弟兄姐妹，我们再过3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崇拜。愿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是复活节，让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清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且这个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也为我们自己能够得蒙上帝的恩典来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崇拜来献上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们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儿子的身份，透过耶稣基督将各样属天的福气赏赐给我们。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的崇拜，能够将我们的感谢献上，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样大的恩典，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能够罪得赦免，都是因着你的丰盛恩典。谢谢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都在我们的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参加今天的崇拜。说主果然复活。弟兄姐妹，请静下心来，
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点燃新的生命，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享受主恩的美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基督今复活。基督耶稣今复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一同以属的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行，上帝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信圣灵，信圣而公之教会，信圣土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
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祈应文。今天的祈应文在诗篇118篇1到2节，以及14到24节。诗篇118篇1到2节，以及14到24节。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那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愿以色列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高举，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给我敞开义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将人所弃的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来，我们一起，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接下来是公祷。现在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首先，我们要为中美洲国家巴西来祷告，让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来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区教会佩恩堂侯协云牧师来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在智慧、声量、人的喜爱、神的喜爱等4方面有很好的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医疗从业人员、军、警、公、教这些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有服务百姓的心志，工作进度顺利。接着我们一同以主祷文来祷告，请。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今课我们请汪怀宇弟兄为我们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是在马可福音16章1至8节，在教会圣经第59页。马可福音16章第1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1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1至11节。哥林多前书15章1至11节，教会圣经191页。第1节，弟兄们，我们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着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为道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辛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我们感谢华语弟兄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0章34到43节，新约141页。《使徒行传》10章34到43节，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3日，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使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以上是神的话语。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现时我们请儿童直学。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
露营加酒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台前来，大家请鼓掌欢迎他们。那在他们预备的这个时候，我们先大致来解释说明一下我们的活动。我们这次是一个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一个活动。那最主要就是在我们教会，然后第一个有一个露营的活动。好，那我们是一个假露营，吹冷气的露营，那让小朋友第一次体验他们在露营的生活。然后并且呢，我们在顶楼然后唱诗歌敬拜神，然后也是对教会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他们都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那我们今天呢要献的诗歌是耶稣米，然后并且我们有一些影片来照片来让我们看看我们这几天的生活。那也很多同工都投入在这个当中，我们也非常谢谢同工的投入。谢谢他们，一鞠躬，谢谢。好，我们的这些孩子们祝福哈，他们昨天一个晚上的时间在这边
露营，而且还在这边练习诗歌，才有今天他们的这样的成果。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感谢跟祝福，好吗？我们拍拍手来感谢他们啊！好，我们也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能够在等一下的上课学习都蒙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献上感恩，谢谢主，让他们在这里有美好的学习跟成长。将来他们要被你所使用，在未来的世代里面，为你得着更多的灵魂。谢谢主恩待这些孩子们蒙恩，让他们的学习成长都有你的看顾，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成长。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接着献诗，我们请诗班。
感谢诗班，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接下来正道题目是复活的耶稣，赦罪的主。蔡伟文蔡牧师。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感谢主！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其实一般在教会里面，在复活节的主日早上的时候，一定都要喊这些话。为什么？因为证明我们确信耶稣已经复活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早上，我们也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来敬拜上帝。昨天这些孩子们在露营的时候我问了孩子们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复活节在哪一天然后是这个假日在什么时候然后他们听到7天的第一天，他们就问我说：“牧师是礼拜一吗？”其实不是礼拜一7天的第一天在什么时候？知道吗？星期日。礼拜天才是7天的第一天。各位如果看月历的时候，月历上面 weekend 那个一周的最后一天是什么？是周六。所以安息日在什么时间？知道吗？犹太人的安息日在礼拜六这一天。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在主日敬拜上帝？因为7天的第一天是什么时候？知道吗？是礼拜天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基督徒不是过安息日，是过主日？”因为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一天对教会是相当重要的。好，但是牧师要先跟大家工商服务一下各位知道下个礼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知道吗？很重要的节日对华人来说，清明节。对了，好，所以因为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应当要表达我们对一些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过世的家人，或是我们的长辈们过世的前辈们的一些的纪念跟关心。所以教会有预备了这个就清明节的家庭礼拜的程序表。所以如果弟兄姐妹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办公室来索取，让我们可以在清明节的时候也有一起家庭聚会的时间。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在去年底牧师就已经一直在宣导说，希望我们至少每个月我们能够在家里面有1次的家庭礼拜，让我们一家人都可以在一起。所以当家庭礼拜的时候，让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程序，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来讲述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过去的亲人，他们的一些的所讲的话，或是他们的行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怎么样成为这个家庭的特色。上帝帮助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去祭祖，而是要去祭祖。听得懂意思吗？不是要去祭祀你的祖先，而是要去纪念你的祖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纪念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先人，他们所为我们做的这样的预备。我曾经看过有人在坟地里面，他跟他的祖先，他跟他的前辈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不喜欢吃这个，但是因为我的孩子喜欢，所以请你忍耐一下，等一下我的孩子就会拿去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祭祖是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去祭祀你的祖先，而是去纪念你的祖先。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传承家庭当中美好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看到孩子们在这边的献诗，其实我很喜欢做礼拜哈。你会发现我们的献诗非常的特别，今天有小朋友的献诗，今天有诗班的献诗，每一场的献诗都相当的好听，而且也让我们可以沉浸在其中，去感受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力。我们看到孩子们，他们像是新生的生命一样，好像在春天的时候，这些的花朵正在开放一样。但是我们的诗班所呈现的是一个成熟跟稳重，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也是我们要持续的成长的时间。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我很喜欢做礼拜啊，各位，如果各位我们想一想说，做礼拜的时候，是不是你最喜欢、最喜爱的一个时刻？我曾经在圣光神学院跟一些未来要成为牧师的这些神学生讲道，然后我最后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亲爱的，我们的未来的这些的传道人跟牧者们，你喜不喜欢做礼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你喜不喜欢做礼拜？如果传道人自己本身不喜欢做礼拜，那么恐怕弟兄姐妹也不会喜欢做礼拜。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觉得做礼拜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跟一个压力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今天我们朝见上帝，为什么是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放下世上一切的重担，要来朝见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重担忧虑，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最爱我们的父那里去，让我们能够来朝见他，来敬拜他。好，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昨天在我家门口在那边烧萤火，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好，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图是这样的。好，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不走出去，家就是你的世界。但是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世界就是你的家。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当你不走出去的时候，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的孩子生活很封闭，知道吗？我们现在的孩子生活封闭到一个程度，就是家里只有手机、只有电视、只有这些东西可以玩，他们从来没有出去外面去看过外面的世界。所以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的这些的同工，我们的楼长，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这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25个孩子。昨天我们的营长我们的这个傅鹏昌营长，他特别提到说，他说牧师，我们的同工几乎是1比1听得懂意思吗？25个孩子，我们将近25个同工在投入在服务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一场可以能够做成的这样的一个服事，要有很多人的投入服事在这当中。然而里面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帐篷搭起来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在室内搭帐篷，但是我们在室内搭的时候，各位知道，小学1年级的孩子、1、2年级的孩子，他们也可以搭帐篷。不是只有高年级的孩子可以搭帐篷，小朋友1、2年级他们也可以搭帐篷。当他们要搭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说小朋友你不会，我来帮你。我们的老师做得很好，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起来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不是只有老师指挥他，不是这个，而是老师说我们一起来做，或者是老师没有说你们坐着休息，老师来搭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师跟孩子们一起搭起那个帐篷。上帝帮助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是一起的。我们要搭起来的上帝的家也是一起的，不是说今天这个是只有牧师的责任，今天只有会友的责任，是我们一起要建造上帝的教会，上帝也参与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出去，如果我们没有往外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只有守在这里。但是当我们能够看到围墙外的孩子们，围墙外的人也是我们应该要去接触的人的时候，世界就成为我们的家。各位知道我们卫理公会的会主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讲过一个很有名的 slogan， 一个话，各位知道是什么东西知道吗？
世界是我的牧区。亲爱的弟兄姐妹，卫斯理的心很大，他说世界是我的牧区。可是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什么？教会才是我的牧区，教会才是我的要去服侍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看到，不是只有我们在教会里、小组里，我们在外面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进到上帝的家里面，让我们能够邀请他们回到上帝的家中。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看今天的圣经哈。今天的圣经在路加福音里面。好，那跟大家解释一下，路加福音有前传跟后传啊。所谓的前传就是我们看的路加福音，就是所谓的前传。那后传就是使徒行传。所以各位就知道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谁写的，知道吗？路加啊。那路加他本身的职业是什么，知道吗？他是一个医生啊。所以各位知道，其实做医生的人，他们是很有科学精神的人，他们是非常仔细的。所以路加说他考察所有的这些的内容，所以来写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写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要告诉有一个人叫提阿非罗这个人，告诉他说，到底基督信仰在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就是路加拿给这个提阿非罗的什么福音单章啊，告诉他说，我们基督徒到底在信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路加福音，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在对一个未信者，对一个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要传递的福音的信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去看到这些里面所写的内容跟我们有哪些的相关。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跟外邦人的接触，因为这个路加他也是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说，我不太喜欢用外邦这个词，因为那个好像是一个隔绝。但是各位，这个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系，因为犹太人他们就认为非我族类者就不是好东西，听得懂意思吗？啊，各位，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久了，非我族类者也不会觉得它是好东西，听得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各位，你有没有觉察到你的朋友越来越少，而且都是基督徒？然后你的未信主的朋友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渐渐的越来越少跟他们接触了，所以有很多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基督教信仰在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很多外面的朋友，请继续保持跟他们的联系，因为这是你福音的机会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这一章里面的第10章里面的第15节的地方，在稍微前面一点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看到一个异象，然后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有些东西是他觉得不应该吃的。好，但是上帝提醒他，15节我们来念一下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来。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在天台上祷告，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各位，你知道肚子饿的时候，其实最想的东西是什么？有东西吃啊！可是突然间，彼得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布掉下来，然后里面有什么？有猪，里面有蛇。里面有那些圣经里面说的不洁的物，包括老鹰，都是很多东西是食物，但是是犹太人认为不能吃的。彼得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所以他说这些东西我都不想碰，我都不能碰。但是上帝却告诉他说：“彼得，起来，杀了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大的刺激！我们昨天在煮复活蛋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特别问我们当中有一位印尼籍的一个姐妹，问他说：“你们印尼有没有吃过那种鸭蛋里面有半只的那个鸭子在里面的那个蛋？有看过或吃过那个东西吗？各位，有很多地方是这样的。可是如果对我们华人来说，哇，好，最简单的，各位知道我们有吃过皮蛋，对不对？皮蛋这个东西对很多外国人来说，哇，这是他们不想吃而且不喜欢吃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却告诉彼得说：“起来，宰了吃。”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圣经里面，
彼得后来他被邀请到哥尼流的家，圣经里面哥尼流是一个罗马人，他是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是一个罗马人的官。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但是在路上不会跟外邦人、跟外国人打招呼，他们也不会进到外国人的家里面，因为他们是叫做不洁净的。各位知道，我们华语有一句话讲叫做“猪狗不如”，知道吗？各位知道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他们看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什么，知道吗？猪啊，因为只有外邦人才吃猪肉，然后看什么人是狗，知道吗？看撒玛利亚人。所以各位知道，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女儿，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然后猪是什么？猪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才吃这些猪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他们其实很歧视，相当的看不起这些的外邦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得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怎么说，3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34节，一起念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你会不会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不碰哪些人，或是不愿意去屈就哪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基督徒当久了，我们会稍微有一点那个优越感，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不应该是哪一些人。各位，我的师母以前曾经在那个一贯道里面的佛堂，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各位知道，其实有很多宗教信仰把人往上抬到神的位置上面去。他们特别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吃素的人比吃荤的人灵魂要更洁净。所以他们特别就强调吃素的这样的好处。当然吃素很好，我不能够说吃素是不好的东西，因为素食也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当你把自己变成说我吃素的人跟不吃素的人，我是比较优越或高尚的时候，我们变成是在骄傲自己，把贬低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在做这样的贬低跟比较，或甚至认为我比谁更好。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各位知道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来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祷告，知道吗？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每个月我都奉献1/10，每一次的聚会我都参加，所有的什么大大小小的好事我都做了，这个扶老太太过马路我也做了，我是一个相当好的人。各位，另外有一个人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深知道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口里在说些什么。各位，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话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听过我们的华语有一句话讲吗？50步笑100步，知道吗？什么叫50步笑100步？这个撤退的时候，我跑50步，那个跑100步的，我笑他。你看，真是孬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谁好。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都同样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福音不是只有进入上帝国的方式，也是在上帝国里面生活的方式，也是基督改变人跟教会跟群体的方式。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不是只有未信者，而是包括我们信的人都需要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福音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到罪得赦免，这个就是上帝的福音。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35节，一起念来。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的想法打开了，他不再是纠结在犹太人的文化世界里面。为什么？因为以前犹太人的文化世界是他的家，
当他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上帝把一个新的使命给了他，让他能够看到，原来所有的人也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上帝美好的受造。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去告诉那些未信主的人，让他们得听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基督徒应该享受这个福音，而是未信者也应当要得着这个福音。上帝帮助我们信的人有永生，这个不是只有针对基督徒，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他信主的那一刻，他就得着了这样的永生。所以还没有被拣选，好像看起来还没有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他们一样可以被邀请到教会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节不是只有教会的节日，复活节应当是所有世人的节日，因为我们有盼望。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只有为我们死，他也为所有的人来死。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惊讶的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居然看到医院里面有十字架。”各位有看过医院里面那个红色的十字架吗？你看到每一个医院里面所有的标志都一样，包括你去慈济医院，他也硬要把那个红色的十字一样要放在上面。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代表救赎跟拯救。他不会画一个佛像在上面，因为没有人会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但是当他画一个红色的十字，人就知道那个就是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救恩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有哪些人可以接受的。好，所以耶稣基督的赎罪是为我们献上赎罪的祭，为我们流血，使我们罪得到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来蒙上帝的祝福。昨天在带孩子们就是讲圣经故事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现在孩子们他们真的比我们勇敢。有一个女孩子，她就跟我讲说，她说：“牧师，我常常，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我常常打我隔壁的那个男生，我对他很讨厌，所以我打他，我要认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听到她讲这个话，心里面动了一下，你知道，我心里突然觉得，哇，10岁的孩子居然可以告诉我们说他要认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认罪不是只有哪些人应该认罪。你看，连孩子他们都很单纯的知道，我做错事，我需要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饶恕跟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流血，也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第3日，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显现出来，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复活是证明说耶稣的赎罪是有效的，所以主耶稣的方法带领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历史不是照着我们的剧本，是照着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能够得着复活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能够不再一样。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都是这样。愿上帝帮助我们，信耶稣的人生命要得着改变。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说，现在人家在封妈祖的时候，各位有看过那个粉红超跑知道吗？好像大家都不看新闻了啊。粉红超跑冲过去的时候，你知道一堆人在那个轿子下面跪在那个地方，在那里等着轿子过去。很多人只想要祝福，而不想要改变他们的生活跟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信耶稣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只有得到现在的祝福就好。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做法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邀请还有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让他们也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来看42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42节，请念来。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给众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各位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20节，他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可以做传道的人。所以这里说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不是只有谁的责任，而是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能够去把福音再传给人。当我们领受了，我们再继续传给人，让人也领受这样的福音。所以神透过代赎代替受罚，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使人能够称义，这是福音信息当中不可缺乏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赎清人的罪债。各位知道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说什么？不是使徒信主导文里面说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所以各位，其实得罪人就像欠债一样。犹太人他们的想法里面，得罪人就是像欠债一样，得罪上帝就是欠上帝的债，得罪人就是欠人的债。所以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也是一样的意思。赦免人的罪债，同时上帝也赦免了我们的罪。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救赎的恩典里面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罪的时候，上帝也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好，所以43节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告诉这些人这样的信息。43节一起念来：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耶稣的名得蒙赦罪，不管我们是大人小孩，不管是男人女人，不管是身份地位高或身份地位低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神。然而透过耶稣基督信的人，我们罪就得着赦免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蒙恩赦罪的人。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几个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耶稣的受死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子。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我就有提到说，我们都很喜欢听到有人讲说我是天公仔囝。很多未信主的人，他们都喜欢讲我是天公仔囝，表示我是很蒙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天公仔囝，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但是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透过他的死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他救赎了我们。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并不是来当王的，他并不是来当这个好像拥有权力的政治的王，他反而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透过他所受的鞭伤，透过他的钉痕，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得到赦罪的恩典。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要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得着这赦罪的恩典。所以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为的是要让人成为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透过他的儿子给我们这样赦罪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第二个，耶稣的复活是人罪得赦免的证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得到穆罕默德的坟墓，你可以看得到佛祖的佛牙，但是你看不到耶稣的尸体，因为这里没有耶稣的坟墓，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罪得赦免就是这个证据，复活只有耶稣能够做这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空坟墓这个是我们在复活节的一个记号。空的坟墓让我们看到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信徒在基督里死亡和埋葬中与基督联合，为的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信的人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每一天我们透过它，我们都有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子回到父那里去，身上带的十字架的伤痕，不是失败，而是得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喜欢戴饰品如果你喜欢戴十字架，或者是你喜欢戴十字架的耳环，你喜欢戴十字架的项链，十字架代表的是得胜，而不是失败。过去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在耶稣基督里，十字架成为得胜的记号。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过去的羞辱在基督里都能够变为得胜。过去我们的羞辱，我们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在耶稣里，我们都能够改变，成为得胜的样式。所以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第三个，耶稣住在我们心里，使信的人能够有盼望。所以信耶稣的人，我们有生命的粮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绝不饥饿，信的人永远不干渴。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耶稣透过圣灵住在信的人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没有请假离开，耶稣永远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通往真正平安的道路很狭窄，不是我们拥有更多，而是坚定的相信，无论如何，耶稣都掌权的。在我们要走的道路上，或许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耶稣掌权，我们就凭着信心跟着耶稣来走。愿上帝带领我们。最后给大家看这个图我很喜欢看电影，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会是什么？各位知道，现在这个漫画上面都是所谓的超级英雄，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使命，他们都要拯救世界。各位有看到里面的英雄吗？有超人，对不对？还有什么闪电侠？还有谁？蝙蝠侠，对不对？还有这个钢铁人美国队长，哇，这个在电视里面都是，电影里面都是什么抢救世界、拯救世界的人。但是他们在哪里？在耶稣的身边的时候，听耶稣是怎么拯救这个世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听到耶稣怎么拯救世界吗？超人有他的软弱，钢铁人也有脆弱的时候，所有的英雄也有软弱的时候。然而唯独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他告诉世人说，我就是这样拯救世界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基督里。有很多的超人，有很多的英雄都希望拯救世界，然而都没有办法拯救世界，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所有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罪得赦免，使人可以得到真正的救恩。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复活节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讯息，让我们看到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盼望，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人看见我们就看见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为我们传讲复活的真谛。接下来回应诗歌《复活得胜》，弟兄姐妹请起立。复活的圣主，荣
姐妹请坐。我们做个奉献祷告，请书县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些许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问安差遣礼，我们要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来唱2次。第2次的时候，我们彼此问安，拱手握手。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本周主日为复活节主日，教会有复活节洗礼，
也会在台语堂受洗的林少成弟兄祷告，也欢迎叶学美姐妹转入本堂。为庆祝基督复活，教会有预备复活节茶叶蛋，每人预备一颗。等一下主后的时候，在大堂外面，请弟兄姐妹领取。因为4月5号星期五是我们清明假期，教会办公室将休假1天。4月4号到4月6号，周间的自由学院也停课1天。4月4号晚上，教会祷告会暂停。请弟兄姐妹们知悉。因为复活节与清明节连假，本周以及下周成人主日学暂停1次。下周主日为4月份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参加。主日后召开小组长会议以及主事会议，请各个小组长及执事同工们留步参加。感谢主，教会儿童主日学有昨天跟今天在教会室内大露营，总共有20位小朋友参加。我们请为此来祷告祝福。教会将在6月22号，也就是星期六，举办我们本堂59年周年庆爱心福音园游会，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投入参与，也请弟兄姐妹邀请亲朋好友一同来参与本会的活动。教会将储备儿主师资以及青少年辅导，欢迎对儿童及青少年宗教及生命教育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我为教会各项事工的推动来关心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晚上每个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所关心的事情来祷告。112年度奉献的收据已经放在会友的奉献袋中，请自行审阅。若需要修改的话，请在4月7号以前向办公室提出。本期成人主日学的课程时间就在主日后11点45分到12点半。诗歌与欣赏、教唱，主语老师是萧天立弟兄、黄如君姐妹。上课教室在1楼副堂。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主讲老师是赵少文弟兄、杨伟祥弟兄。教室在201教室。圣经中览是我们蔡牧师在6楼。还有加拉太书是贺兆典弟兄在205教室。弟兄姐妹们踊跃来参加。以上报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单的补充哈。各位有看到我们的郑红兄哈，这么正装的打扮，为了诗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诗会的一个这个座谈会的一个成果。我们希望我们在诗会的同工当中，他们都很正式的能够穿着哈，所以我们发现连续这几周，我们的诗会弟兄们，那个男的帅我们的姐妹们女的美哈，就是他们都是把最好的能够来献上。所以我今天早上很羡慕他，我说这个20年前的西装还可以穿在他身上啊，我20年前我大概没有办法了哈。好，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有这个在复活从这个四旬节期的当中40天，那今天是复活节。那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参与在40天的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的当中的话，那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将所存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经费，我们可以作为教会的一个爱心基金的使用，让我们可以对社会有一些更多的关心跟关怀。那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到12点钟都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想要去看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搭的露营的帐篷在6楼的地方，或者是你想要看看孩子们他们在这里所有的活动，我们也都可以有一点时间可以跟他们有一些的参与。
或是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打气。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的孩子们更多在教会的里面，因为现在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留住孩子，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请为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为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来祷告，让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我们的当中，让他们更渴慕耶稣，更想学习耶稣，更想效法耶稣。愿上帝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也请大家记得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教会开放的时间，我们在礼拜4的时候，办公室还有上班。那礼拜5的时候，清明节办公室是休假1天的。好，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这个教会办公室协助的部分请记得时间。那如果真的找不到人的时候，请打电话给牧师，或是直接打电话到教会里面来，牧师会接听所以请弟兄姐妹就是放心，如果放假需要什么样的如果有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的协助，或是需要为你祷告的，也可以打电话来，都可以来做询问。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我们来纪念我们的这些的在痛苦跟患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季节变化的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身心不适所以我们请为他们更多的祷告，求上帝的怜悯。那我们下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圣餐礼拜也大家预备心这是我们4月份，就是这个清明节后连假后的第一个礼拜天。那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清明节连假当中，我们也能够平安的度过。我们也回到教会里面来一起跟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以上，谢谢。接下来肢体消息，弟兄姐妹参阅周报。我们祈求主耶稣医治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们，赐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弟兄姐妹，请起立。3、1，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复活节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给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姐妹请坐。献乐。弟兄姐妹，等一下记得那个大堂那边，等一下外面有那个复活蛋，请等一下的时候自行领取。